甜柿好好吃哦，这是东势客家主要的经济作物。但之前呢，次级品常常会滞销。不过农民吴宏斌把甜柿做成了加工品，连柿子的叶子都能做成茶包，解决了丰收过剩的问题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看看甜柿到底怎么做成伴手礼，又怎么样帮农民提高收益。来回穿梭，细心呵护，要让甜柿又大又甜，农民小心翼翼。只是现在的甜柿不止果实可以吃，连树叶都有功能。现在就准备要除这个，把一些叶子除掉啊。去除树叶之后，不会随便丢弃，因为台中东势农民吴宏斌努力研究，赴日取经，他发现甜柿的叶子营养价值也很高。之前的毛的啦，连咱都摘落来以后吼，咱经过家己做过像茶包安尼，因为你地包的内网哦，迄种的维他命 C 哦，迄内网20倍。以前农民辛苦种植甜柿，常常会面临市场销价竞争，保存不易，还会滞销。但是吴宏斌帮甜柿开创一片天。像是剪下来的树叶，经过了处理，萃取精华，就能够制成茶包，做成甜柿茶。它可是销售榜上的冠军商品，完全没咖啡因。不论是热水冲泡还是一般的冷泡，都不会破坏甜柿茶的营养成分。它的世外桃源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总共20几项，更有日本、欧美的民众指名购买。那也可以把它做成酒，柿子的酒。那这个就是把它做成果酱，我们也把它做成像我们客家人最喜欢吃那个鸡酱，也将这个柿子做成脆片类的这个饼干类的东西。未来还将要设计成礼盒，当成婚宴或是观光伴手礼。因为像是这样的甜柿脆饼，香香脆脆，成了下午茶的最佳小点心。这些本来都是体型较小、卖相不佳的次级品，原本可能都会面临滞销的命运，但是经过改造、加长赏味期，让商机无限大。这种的早期的时候，它都是属于他们认为说不要的。那现在它的价值有没有已经可以说，在我整个的家族里面，比鲜果的收益都还要来得高1倍。吴宏斌点石成金，把甜柿变，让一颗颗的甜柿多用途，而创意包装也能够加分。它的甜柿王国不但是网购的热门商品，还能够增加农民收益，也让台湾农产品成功行销到国际市场。甜柿外一张，枝叶单刚演出，黝黑的茶叶在凉冷里舒展，在温热中飘香，在一口甜柿脆片，清爽的感动时刻。